伫古石德兰园夜面的带领，一群人来到安平西凉亭后面，这是安平王城的遗迹。特别伫迎接台南400档的即刻，邀请偏偏是新人国小的家长甲学生做回来实地参观感受，接着了解王城周边的历史故事，更加认识在地历史文化。我们的台南400年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？那在这边有什么建筑呢？是荷兰人从400年前来到了安平这个地方建造热兰遮城，它后面的故事又是什么呢？所以呢，这一次呢，来带小朋友们来这边热兰遮城介绍，然后而且呢，还到旁边去介绍我们的安平古堡、安平老街之类的一些遗迹跟一些历史的故事哦。原本拢伫课本所读过历史，有机会当实地参观，对安平古堡、东兴洋行到安平老街，互小朋友更加亲近，嘛知影通珍惜在地古迹。我最有印象深刻的是安平城，因为老师讲的故事非常的精彩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有趣。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热兰遮城的城墙结构，而且因为它里面有加可可粉跟糖水，还有糯米粉，到400年之后还可以看到这个城墙，我觉得很特别。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安平古堡城墙上的铁剪刀，因为那个是荷兰人他用心挖下来的，我们现在还可以欣赏。台南迎接400档，虽然对着建城庆祝等研发各界意见无同，甚至电成功文化协会认为应该对热兰遮城1634年完工起算才对。不过徛伫回顾立场，就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。